今年的台湾灯会伫2月初5开播，今仔日的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去到上山文创园区，公开今年灯会内容。这个灯区融合新住民等等的文化元素，其中有一个灯号名做“阮就伫遮”，要来展现新住民的文化，已经伫咧台北这块土地啊。 经过23天才登来台北举办的台湾灯会，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来开箱，以特别为主，关到7米的滚着伫遮，嘛代表新住民甲文化融合的多元。一般我们那个新住民就是在东南亚，所以他们都是用那个竹子去做作品，所以我这次是用竹子哈，最上面是用不规则的，好一直延伸下来。 这届台湾灯会总共规划4个灯区，其中伫上山文创园区的关灯区，有超过20件甲新住民、原住民、客家等族群基地的相关作品，强调无共族群的共融。亲像长看拢有19米的大型火堆啊作品，参祖灵对话的路径，就展现原住民对祖灵信仰甲文化传承的期望。在这个都市，其实都市很多部落的族人啊，都市可是没有办法 做一些那种仪式，我想要借由这件作品，也可以祝福在离北的孩子、离北的族人，也可以被祝福。关团局表示，这届台湾灯会主题是光关台北，串联12个行政区，会伫2月初5来起稿，等到2月19。这届嘛有全国各学校、机关团体的师生、家长等等创作的传统艺术歌等，大约200件，会伫市府的4个位啊人行道来展出。记者点李福凯台北采访报道。